来继续来看台北网界的泉州大楼暗藏着春色，警方是大力扫黄，结果爆发着案外案。有一个社区的员警去买春买三改，但是无共付钱。即摆阁有人放纸虎，就是假黑函，讲这个社区的员警其实是替死鬼，真正买春无付钱的人是万华分局龙山派出所一个姓曾的员警，讲这个真臭样真唱秋，阁顶讲家己是分局长的人。万华分局是发声明，讲针对这个纸虎黑函的内容，目前要查无具体事情，会继续深入来调查。顶礼拜，真侪网界警察大动作带队来到辖区内底鸟警泉州大楼调查，甲44个人带动去，其中包括姓陈的负责人。尾仔姓陈的负责人嘛讲，社区的警察冇来遮开过，警察尾仔调查正办，互警察界下面处。不过即马却个逼出案外案，传出当时钻石大楼业者被抓所指控的员警，并不是邱姓员警，而是龙山派出所的庄姓员警。26岁县区的警察队警察，互人发现111年到112年去鸟警开3摆，不过检举批讲，县区的警察只是暗号因尔，真正开免钱暗砍的是姓曾的警察。佮讲是绑架姓邓的分局长，这出戏挑工互人看甲无煞煞。警察讲，姓曾的警察就是调查鸟警的新办警察，不过传出这个姓曾的警察有真侪证据，当时拢叫伊装检，警替伊叫是家己是检察官，办案伊拢讲。伊讲的才准算，姓曾的警察佮敢若讲家己是分局长的人，捌甲督察室的人呛声，网甲叫卡遮尔济，比掠就来掠。那分局嘛发声明讲，对乌含的内容，即摆也查无相关事情，伊嘛会继续深入调查，若是有违法，严格查办。走！警察调查鸟警说意挂掠到家己人，即摆分局长黄点评，敢会扣分报仇，警察咪彻底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